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听声音的大小事。嗨，欢迎你收听耳朵带我去旅行，我是王俊杰，欢迎你收听我们这一集的单集。在我们这一集单集当中呢，我想跟你分享一个我的，因为上个礼拜的金曲奖刚颁奖颁完嘛，然后给我有一个灵感这样子。上个礼拜的金曲奖呢，好，总之呢有很多可以讨论的事情，有很多争议，但里面呢，最佳贡献奖是郑华娟老师，郑华娟女士，那她写过的歌非常非常的多嘛，那California 的阳光，还有这日夜夜岁月过去，没有爱情的地方，没有天堂，好，那他写过很多很多这样很多好听的歌，然后他自己也很会唱歌。那一天，那个万芳姐姐在台上唱她的经典歌曲，那很明显的，万芳姐姐那一天声音有点沙哑，有点可惜。虽然万芳姐姐的口气还是唱的那么好，我还是很喜欢，很感动，但是很明显的听到她声音有一些沙哑，而且她脸书上有写，就是她唱到一半的时候，她的那个麦克那个耳机的分配耳机的那个接收器啊掉到地上去了啊，所以呢，她还弯下去捡起来了，耳机插上去就开始没声音，她只好就是听外场的声音那这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那另一位呢，就是刘清池老师。那么刘清池老师，他在业界已经是那种算阿祖级的啊，真的是阿祖，不是阿公了，是阿祖，因为他从业已经将近一甲子的时间了，这是就不简单的代志而且到现在都还在继续的努力，还在继续的从业，这实在很不简单。更重要的是，他在台上的致辞的时候，非常的稳定，然后非常的优雅从容，那种这么优雅、这么美丽的台语实在是现在不简单啦，现在要找这起来就困难。而且你听他在讲的台语啊，你就知道他是长老教会因为他讲的真多的这个台语的语言的语法，都是这个长老会，他讲按做安怎，我三甲安怎。三甲就是一起的意思啦，所以就是许多的那刘清池老师他一生编过的作品非常的多，然后因为刘清池老师的关系，给了我一个灵感因为他在金曲奖要颁奖的前几天，我正好在淡水的一品书屋做了一个讲唱会。那我那一场的讲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主轴，就是我在说，在早期80年代、90年代、70年代的华语歌、台语歌，也就台湾的流行歌，都有一个共通的特色，有一个很特殊的共通的特色，就是他们呢都很体贴、很温暖、很敦厚。怎么说呢？这些流行歌呢，他就是希望所有人听的都可以唱，然后希望可以 hit 到，好，希望大家可以很快的记住这些流行歌，所以他们做了许许多多的记号，在歌曲里面从前奏开始就开始做了许许多多的记号，让你不得不忘记它，让你不得不不记住它，拍谁那刘清池老师所编过的作品里面啊，我数以万计，他留下的记号也是非常非常的多那我就从刘清池老师的几首歌来分享。我说，在80年代、90年代，甚至于70年代的台湾，那个时阵的流行歌，尤其是台语歌，华语歌嘛是同款也有，但是台语歌特别多，伊要留真侪记号，互你会记得掉。因为迄时80年代以后开始卡拉 OK 流行啊嘛你若有印象，就是我和我讲的那样啦迄个时阵有一种卡拉 OK 机会当打分数的，而且是4粒人啊伫咧涂骹会当撸来开始唱歌，然后 A 口开的大大声的，
喂，麦克气感，还 test， 有印象嘛？吼，好啊，那打分数吼，就是日本进口的啦，然后你就会想说啊。那个打分数到底怎么打？后来知道啊，你唱愈大声，分数就越高啊！吼，好，所以呢，那时候用卡夹录音带在当那个伴唱带。卡夹录音带，有人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一个四四方方的吼，很大一卷，然后翻面的时候换下一首的时候会咔嗒一声，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好，所以呢，那时候的歌，像刘庆池老师编过的歌，吼，江蕙的成名曲，如果你常在听另外一个 podcast 节目。有一个很红的 podcast 节目，他就用这个当前奏，哈呢。你着进来，有没有？最后替你叹一口气，歌名在一开始他就直接破口了。当然这个是和声的功劳啦，但是我要讲的是那个时候的流行歌呢，很乐意提供大家破口，很乐意让你记住这条歌。伊一开始跟你讲叫做你着啉奶，你着啉奶，踏出社会，有印象吗？江蕙的歌。好，那不止这个哦，而且他还要替你泄愤，所以要叹一口气，有没有？啦啦啦啦啦，替你好好的泄一个愤，这样子哈。好，另外呢，还有什么歌留下很多的记号？来，刘青池老师的歌哈，有哦。知道吗？爱拼才会赢，歌名也直接告诉你了，爱拼才会赢，有没有？好，这个当时的很多的歌曲都会在一开始就留下破口给你。告诉你这叫什么歌名，甚至于让你会有一些关键字的记忆。就像我前几集，我介绍2次和声嘛，我自己的那一首《虾好令人瓜》里面，我们的前辈姐姐林美门姐姐哈，我们都叫她满姐，然后因为以前都叫她林美满，其实应该美门哈。那她的那个《虾好令人瓜》，我的那首歌它里面有留记号。就是一开始就给你破口，虾一首歌，好，就告诉你有这样的歌词哦。好像这一首《爱拼才会赢》也是一个例子。然后呢，它还有这个是哦，当时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就是给你好听的前奏，让你有记忆的前奏。那前奏一进来，你就会记得，比如说。你已经想起来，对不对？如果玩猜歌游戏的时候，这时候说请抢答，我应该从第一首就开始玩吼。好，猜到了吗？1、2、3，请抢答。好，就是山明海誓，咱两人有手抓，对，手后的心声。好，那纵使呢再难一点，再难一点点，也会有记号。爱情的骗子，请抢答。他已经直接把歌词都唱给你了。你的良心在哪里？爱情的叫做什么？爱情的骗子，我问你。而且接下来还不得了呢，他一定要让你把一切都记住。西妹安将，西妹安将，何时才会到？哒哒哒哩在追对。好，你有没有觉得留下了深深的记号？我刚刚念的这都是这哼的都是刘青池老师编过的曲子哦。还有这个可能你也会知道。
前面难一点，对不对？可能可以猜到，来，请抢答，1、2、3。繁华的夜都市，这条叫做海副歌。爱情的车车算甲尾底，心机心爱的人。这个叫做爱情的车车。这就是迄个陈小云的歌，连续2条拢陈小云的歌嘛。这记号唔那安尼吼，唔那是透过和，唔那是安尼，然后甚至于还要帮你泄愤啊，比如说爱表这样也绕回去讲吼。好运歹运，你看所有人就会知道要好运歹运就一起，有没有？3分天注定，哈哈，7分靠打拼，爱拼，要不就要帮你加重语气，爱拼才会赢，有没有？就很多，对不对？然后呢，还要帮你。这之前我讲过，就是要在唱2遍之后呢，还要让和声唱1遍，让你觉得有被陪伴的感觉。所以那时候的歌吼，真的很多的记号都会留给大家。刘清志老师呢，就是做这些事情的人，很重要的翘楚之一，这样子。那在讲说好，那你说国语歌曲有没有呢？有啊，这个啊，无言的结局。无言的结局，有没有？什么歌？1、2、3，请抢答。无言的结局，大家都一样，是不是很有趣？很有趣，对不对？这就是那时候的歌的一种乐趣。它很敦厚，很温柔的，很体贴的为你打算，为你打算，他就会替你开始。想象说让你要记住，还有没有什么华语歌有呢？有，来这个，有一点老哈，他前奏就给你东西了，猜到了吗？而且是直接反复后面的歌。好，请抢答，1、2、3。达到了吗？后来歌名叫做像玻璃心，也许歌名你没有想起来，但你一定想起来的可能是你以为歌名叫做哆瑞咪啊，因为它是哆瑞咪哆瑞咪哆瑞咪哆哆，你马上想到谁？杨林嘛，让我再一次握你的手，有印象吗？有印象吗？那刚刚那个前面一首就是无言的结局，应该都有印象吧？所以呢，歌曲就是这么可爱，就会留下好多记号给你，包含这个啊，这首歌，请抢答。就大家都抢着要心若倦了，泪已干了。好，每个人都要抢着唱。好，这个呢，你看留下美好的前奏，无敌好听的前奏，让你不得不记忆它，或者无敌好听的间奏。好，那甚至于是替你出口气。比如说，爱你怎能难了？今夜的你应该明了，缘难了，情难了。好，类似这样，对不对？所以就留很多的记号给你。这个光是间奏。还有要进间奏之前，都要让你的情绪得到一个宣泄的破口啊！好，再举一首好了。我这样好像在做 piano bar。哈，
你不会唱，还要这个丢一个记号给你，有没有？什么歌？我大概觉得你也是懒得想什么歌了，直接就想唱起来了。今夜还吹着风，对不对？好，这个叫做亲密爱人。所以，当时的歌啊，80年代、90年代、70年代，许多的歌都会留下很经典的前奏或间奏记号给你，像这个也很经典啊。我去做讲座的时候，前奏弹完，大家就一起时光一去永不回，所有人就一杯气都开始这样。我那一天呢也是玩了很多这样子的歌曲，那很多人就你看全部都记得，包含我曾经跟大家分享我在写那个夏侯令的歌的时候啊，就是去年我去服务失智症长辈的时候，那也是同样哦，我伫台顶只要那个前奏弹落去，因拢会晓唱，你会觉得因有失智，无那歌词拢记都屌的呢吼。那所以这就是我说那时候那个年代的流行音乐的温柔与敦厚。好，那现在的人呢，开始讲求自我，有很多自我意识，有很多的想法要表达。那个时候呢，比较是具象的，因为就是给你很明确的前奏啊、间奏啊，给你记号，非常具象的把话说清楚的。现在呢，不是这样，一样的流行歌，到了现在，它的前奏可能是这样。你只会听出气氛，但是你可能很难记住它。时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有没有很像独立歌手在唱歌？蛮像的齁。好，那现在的前奏还可能是这样子。你就会觉得都很像，对不对？很多歌可以套，但是其实它在套一代就是一个风景。为着环境，袂当来完成迄段永远难忘的感情。好，是不是？所以现在的前奏你可能会记不住。好，再举一个例子好了，你一样会记不住。好，你只知道气氛好喜欢哦。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对不对？你想一想，因为伍佰没有这样，伍佰还给你，还停留在比较老派的大脑，还给你，对不对？他还而且还怕你不会唱嘞，对不对？不要再想你，他还怕你不会唱了，对不对？好，所以那就是那个时代的歌的可爱之处了吼。好，那我们回头来讲一下刘清池老师。我要告诉大家，刘清池老师有做一个系列哦，因为刘清池老师的介绍吼，他包含他被访问的影片里面啊，他都有讲过一件事，他希望贩夫走卒都刚该给做刚爱的人吼啊，就是较低赞、较辛苦的人，拢有歌通听。所以其实你细汉的时阵吼，一定听过。你可能伫个客灵车顶，你伫个火车顶管吼，你伫个这个，包括有时阵公车嘛有。古早因为以前的歌，以前没有像现在版权抓那么严吼，抑个有倒位，有时人咧卖西瓜啦吼，卖菜啦吼，
包括路边咧做行李的，你拢会当听到刘青石老师的作品，而且你可能不记得是什么歌，不过有一个共同的痛调。好，那你知道当时他的这个作品呢？只要第一集出来，很多人出了一集以后，很多人都在抢说有第二集不，有第三集不？那是什么东西？我放给你听，而且我要让你有种复古感。你等一下哦，来哦。有没有复古感？来，人起来坐哦。有没有一种超复古的感觉？你一定听过，我保证你一定听过，对不对？你一定听过，而且你会觉得对，好熟悉，我好像在哪里听过。跟你讲，你有可能是伫迄个客车顶，你嘛有可能是你食面的时阵听到，或者是人咧卖西瓜，还是小蜜蜂咧卖菜来，有无？来卖菜哦，卖菜哦，咱有高丽菜、硬菜、菜花、冬瓜、苦瓜、西瓜，应有尽有哦，大家紧来买哦。来买菜，来买菜，有没有很像？有没有觉得超像的？好，这个真的是太乱了，很乱。好，那你知道我是怎么播放吗？有没有一种那种小垃圾狗，那种世代收音机的伫放的声，有无？以前拢安尼啊，有无？拢种世代收音机的声啊。然后呢，我是用手机放的啦，我用手机放你听的啦。那说到这个呢，当时还会这个是他的电吉他演奏专辑他的吉他演奏专辑，你然后给你 YouTube 可以吹让做这一条另外，他还有一种叫做双立体电子琴的演奏专辑就是那个两层电子琴，底下还有很多踏板那个你也常常听到刚刚这个就是他用那个电子琴，然后用吉他伴奏啦所以你就会觉得，对，这是直接开靠，对不对？那时候市占率有多高啊，高到不行你一定隐约都有一点印象。这就是刘青池老师的厉害之处，这个他已经用音乐渗透到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角落里面了这个实在是非常非常不简单。但是呢，你会觉得以前我小时候我感觉这音乐都爽诶，都 low 诶。不过今嘛也到今嘛来看这件代志的时阵啊，我觉得一个这搞编曲的人伊会当做这种代志是一件足无简单的代志，因为这就是上简单的物件，听起来敢若就爽，不过伊就是一种开口，而且伊的吉他咧弹其实是很有 feel 的，就是滴答答答答答答，有一些口气，就是特殊，嘿，就是跟他的恭维赶快。所以我觉得一个有能力的大编曲家，然后他像他自己讲的一样，伊讲伊要有讲该给的人所有凡夫走卒拢会当听歌，我感觉这是已经做到的一件代志啦所以我觉得他得了终身贡献奖，实在是就拄啊好年俩，嘿，现在就拄啊好年俩。那回过头来讲一下，就是说，那天金曲奖它发生很多事情嘛，首先，大家最为诟病的就是麦克风事件。那天后来文化部有道歉嘛，然后后来台视有声明稿，台视的声明稿其实里面充满了让人觉得疑惑的事情啦。台视的声明稿说，麦克风显示好像是没电那当下工作人员赶快启用的备用麦就拿上去，那一样没有声音的原因是因为好像是工作人员报错的号码。我告诉你这件事情我认为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好，如果今天王俊杰的麦在第一轨
好，在第1轨好了。那王俊杰的工作麦可能就在第17轨，就是固定的安在那里。好，总共有前16轨都是谁谁谁，以此类推。那哪有可能会报错数字？不太可能会报错数字啊！不是说疑似没电吗？那又报错数字？不可能，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低。那倘若报错数字的话，那也就只有一个原因。好，这原因是什么？就是在侧台负责的 stage 很不专业。那这个可不可能？是可能的。那于是呢，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到另外一个猫腻，大家可能都不知道的。疫情的3年左右的时间呢，台湾产业有很多都大洗牌，甚至于有很多产业都没有人了，大家可能知道嘛。那你想一下，我们做娱乐业的，做表演的，我们那时候都没有工作，对不对？那第一线最没有工作的会是谁？先是音响人员，然后再来是乐师，然后再来是歌手。那音响人员，因为大家不办活动嘛，那音响的公司越大间的，他就会开始裁员嘛，对不对？那原本 in-house 的这些工作人员，或者是这些周边的 stage， 或者中小型的音响公司的 stage， 他们能怎么办？他都要去找工作啊，他非得要去找工作，不然他不能温饱啊。那好，3年结束了，这些人会不会回来？大多一定不会。因为呢，他已经找到了他可以稳定温饱的工作，他被吓都吓死了，他才不要再回来这一行了。回来这一行呢，要又要搬东西，又要插导线，又要一堆线，然后又要在很高压的状况底下，然后一天赚的钱其实很少很少。那些很专业的基层的在音响工程人员呢，其实赚的钱不多。因为这里面发电机要钱，技术人才真的赚的钱没有那么多，除非你已经是很 top 的那种，就专门做演唱会的，那这些人就会留下来嘛。那如果在跑场子的呢，或者是每一家大型音响公司除了几个大师傅以外，一定要有一批我说的这种stage， 这一些年轻人。他们就是负责搬东西、装东西、试声音、拆线、拔线、递麦克风、处理舞台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这些人全部跑光了。这些人呢，他们被这疫情吓到，他们也不会再回来了。于是呢，你就会产生这个产业的严重断层，然后呢，人力不足，因为要搬东西，然后甚至于还要爬音架。这个时代的比较年轻的朋友，其实不是很乐意做。那很多人一来就想要当商man，想要坐在控台，没有呢，人家都是学徒制一路这样爬上来的呢，真的都是这样子。所以隐隐约约，其实在我们在这版面上，我们圈子里面的朋友就在讨论说，这个就是一个产业的危机，我们需要讨论。好，那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很黑暗的，或者是很陋习的。其他的原因我就不说了，因为说的各位你也听不懂，那又要讲太远。可是我讲这个最务实、最现实的这件事情给大家听。所以关于麦克风事件，我觉得就可以看到整个产业出现的问题。然后，那再来就是我要讲一下，有几个奖项大家好像会有一些疑问，会有一些疑问。首先呢，我要特别讲的是这个。歌手奖，不管是最佳华语歌手或华语男歌手、女歌手，或台语男歌手、女歌手，什么语男歌手、女歌手，好，各位记得哦，他在比的是这个人唱的好不好，他在比的是这个人唱的好不好，而不完全去比他整张专辑的 quality 如何。但是当然我们还是要说 quality 还是很重要，它一定要到一个程度。比如说我直接讲，去年台语得奖的阿吉拉大哥，他的唱片的整个录音的 quality， 在其他几张比起来，并不是最好的。但是因为他唱的实在是太厉害了，所以呢，他可以得奖。那我也要直接的说，今年我的好朋友黄飞，他得奖了，但他的专辑的录音也好，编曲配器等等也好，
他的 quality 在跟其他人比起来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可是他最会唱嘛。会不会唱，这就是一种有一群主观的人互相说服的结果。好，但这大概可以就是互相说服的结果就是长这样。好，那有一个东西叫做最佳专辑。好，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最佳专辑不是你觉得最好听的那一张就会得奖，不是哦。什么是最佳专辑？最佳专辑就是第一，它的录音混音从头听到尾很一致，声音的频宽很一致。第二，它的编曲的诚意很足，比如说它像好让很多典型台语歌的专辑基本上都没有资格得到最佳专辑。为什么？第一，它的混音我就直接说很潦草，真的哦，是典型台语专辑，很多张，就大多都很潦草，我直接说没有关系第二，编曲重复性也很高，然后第三，使用这就是诚意了，使用真正的乐器少之又少，顶多就是那把吉他，其他都是电子音乐。好，那这就是所谓的工业水平啊。然后甚至于有时候对唱啊，两个人听起来像在不同的房间一样，像是不在同一个空间。这个以流行音乐的工业来说啊，这都是低级的错误，都是不应该的，所以就需要诚意嘛。好，需要诚意，所以最佳专辑通常呢颁发的是一场是一种专业奖项，也就是他最佳专辑不是给那个歌手的啦，是给这个团队或给那个制作人的，所以最佳专辑得到的是最开心的是幕后英雄们和那些词曲作者、编曲们，所以最佳专辑是一个团队奖项，不会是一个人的奖项。好，这个大家可能没有想过这样子。好，那我会趁这个时候跟大家讲，所以也许有人会说啊，许富凯怎么会没有拿到最佳专辑啊？那为什么是板奈的亚伯啊？等等，你想一想我说的事情，你可能就会理解。富凯的很丰富哦，富凯的超级丰富哦，但富凯就是应有尽有，什么都有。富凯就是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但它的整体性也许比起板奈的亚伯没有那么整体。那么完整，就是概念很强大，但是细节不够完整，这是事实。但因为富凯的那一张专辑每一道菜都是大菜，好，所以不是听众你听得懂或听不懂的专辑，你认为你听得懂的才能够得到最佳专辑，不是这样子。那其实有另外一件事情，网络上啊，也有人在提，包含马芳从年轻喊到老，就是说。我们需要再分各种语言的最佳专辑嘛，或分各种语言的最佳歌手嘛，像现在有分台语啊、客语啊、华语啊、原住民语啊，最佳歌手就是最佳歌手嘛，最佳专辑就是最佳专辑嘛。那为什么不能够全部一起来评比？像比如说有一年的金曲奖没有分什么方言啊、什么言什么言，那一年呢，江蕙拿到了最佳女演唱人啊，好。就是唱的好不好跟语言没有关系啊。你知道台湾的另外一个奖项叫金鹰奖啊，他也有会邀请国外的评审来评，那些评审也听不懂台语啊，一样可以评啊。唱功这件事不一定要听得懂，完全听得懂语言这是有人在讨论的，各位也可以思考这件事。但你会想说啊，这样就不能保护到弱势语言？好，也许对，但也许不对。为什么？你有没有注意到，每一年金曲奖结束以后，我们的新闻在报的什么？好像这世界上这一个奖项的最佳男歌手跟女歌手只有华语的啊，唱台语的、唱原住民语的、唱客语的，看拢二等国民，对吧？二等国民，二等国民，对吧？所以我也许可以考虑可以打破这个啊，可以试试看嘛。这个我们人为言轻啦，但我是没机会他可以讲这当然偶尔也许有但是我提给大家思考一下这件事情。
那其他还有一些进去讲很多有的没有的那个，我觉得没什么好讨论呐。每一年都会有发生一些让你觉得遗憾的事情。那但是今年的这个麦克风事件呢，会让我觉得它是一个已经被看见的危机。好，那至于谁得奖怎么样，评审的口味怎么样，评审不公怎样，我认为评审不会不公，我认为不会。当然也有人会想要护航自己的人啊，难免有但整体下来不失公平性，但是会不会有集体性的主观？有可能会有有可能会有集体性的主观啊，不然啊，每一年的评审长就本身就有一种 feel 嘛，这不然所以我个人还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入围是肯定，入围就是肯定，就是真的入围就代表你的专辑已经很了不起了。那得奖是什么？命运，真的得奖是命运，好运的得奖，你得奖的不一定是你内底上高的，真正不一定，所以不要大家我们在看戏的人也不要把得奖看得那么严重了。不要看那么严重，你就看到得奖说啊，今年的气氛是这样，那明年的气氛是什么？明年的事啊啦，所以不要太入戏，你就想讲因今年是这个气氛呢，这样就好了。那典型台语歌的人会很不舒服，就是说是安怎永远拢恁这非典型的，好，这你要这样说对啦，就永远非典型的或者是怎么样我刚就跟大家讲了嘛，伊的 quality 工业水平的真正就歹啊，10条歌可能2条较好听，剩的拢敢若做要想啊，然后呢很没有诚意啊，敢若一支吉他尔，剩的拢电脑的啊，要想的歌，这让我不禁不想到，因为他们的歌到现在还流行买断买断很难拿到好歌啦，真的很难啦。而且呢，未来搞不好他们会养一群人，那一群人做什么呢？每一家唱片公司养个3个人，每天都在他们唱片公司就花钱跟买一个 AI 账号，然后付费的，每天呢这3个人就在 AI 前面，然后输入不同的指令，然后找不同的歌曲下来，然后 AI 生成的歌曲下来，然后开始修改。改完了，我是说，如果产业都不变改完了，然后就变成一首新歌，那以后买断的都不用赚了，他只要养3个，一个公司养3个 in house 搞这些事就好了，有没有可能？有啊，所以这是产业自己的堕落，这是产业自己的不长进，真的。那当然还有很多人，真侪人用不同款的方式在为自己的语言打拼，但我也提出了一个产业的真相给大家那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好，前面好玩，后面比较严肃。那总之呢，就是也跟大家分享这些事情，然后 OK， 那音乐听了就是要让你，只要你能够被打动，你会被感动你感觉听起来有气氛，你有感觉伊就是好歌。所以你免想安尼济，你免想讲伊这是用什么技术，用安怎嘛？迄是音乐人的代志，不是你的代志。你只要听了有好听歹听就好你若听无，你就讲你听无你若听了灰灰你就讲气氛还不错，但是我跟他听无啥有，那你就花一点时间认识，这样就好了，不要那么严苛啦因为你就是消费者，你就是听歌的人。OK， 收听是耳朵带我去旅行，我是王俊杰。这一集的节目希望你会喜欢，然后也拍谁感谢您听我底下讲解有的没的，但是前面应该蛮好玩的吧？而且我还现场弹弹错了也不剪，这就是我。对 ，OK 那喜欢我的节目的话，欢迎你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我每一集节目都会留下一则贴文在上面，然后你可以留言给我，跟我分享你的心情。另外呢，你也可以在你的收听平台帮我按评分5颗星，然后把我的节目介绍给更多人。非常感谢你，我感觉后见我伫拜5更新的我会尽量，我会想要穿插一块我熟悉的台语，这是真侪人给我的建议，然后我感觉真好我就会混搭。OK。那我们下次见喽，再会。